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3，诗篇147篇14到15节安尼讲：伊互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，互你食饱。伊暗地发出命令，伊的话传播真紧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境内平安，佮用好麦，互阮食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满心感谢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懊恼甲颂赞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用无尽的听来听阮，用无比的恩典来赏赐阮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伫阮生命的每一刻，赏赐阮快乐，来赢过一切的困难甲挑战，互阮无论拄着什么境况，你拢时刻甲阮同在，互阮有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！感谢你伫困境中为阮开路，你伫患难中使阮毋忘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，互阮食饱。恁地发出命令，你的话传播真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